家好，我是贾拉拉巴德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李曙光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汉语课堂。老师，我觉得 B。你觉得是 D？ 我觉得是 B 老师。B 了。B， 你们两个都说是对 B 啊，努鲁赞曼跟那个努兹亚，你们觉得是 B？ 我也是。李红你也觉得是 B？ 来，你们来，努鲁赞曼，你来读一下来，我看半天没吭气了，你来读一下来。谁老师？努鲁赞曼来读一下来。谁来读？老师？你来读，努鲁赞曼来读。一个年轻人问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商人，你的智慧是从哪里的？哪里来的？对，哪里来的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精确的判断力。那判断力从哪里来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经验的积累。那你的经验又从哪里来？商人真诚的回答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。没有，对，错误的判断。没有错误的判断，没有错误的铺垫。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对。你们都选的是 B， 成功离不开错误的经验，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啊。一个年轻人问一位成功的商人啊，你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啊？你这么聪明啊，你是从哪来的？为什么这么聪明啊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精确的判断力。就说我每次对这个事情呢，我能做出一个非常准的判断，非常准确的判断啊。那判断力从哪里来？这个年轻人就问他，那你这个判断力从哪来的？商人回答，来自经验的积累。我有个经验，我经历的事情多啊。那你的经验从哪里来？经验是哪来的？商人真诚的回答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。这感觉好像很奇怪啊。他说我的智慧是来自精确的判断力，我的判断
都特别准。然后说那你的判断力从哪来？他说来自经验。那经验又从哪来呢？经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，因为我过去做出过无数错误的判断，所以呢我就有经验了。后边这一句，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。就是说没有错误，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啊！没有错误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啊！这是这个，任何成功都是有无数错误啊，我们最后才找到了一个成功的路。所以这个刚才你们选这个啊，成功离不开错误的经验，对，就最后这一句，没有错误的铺垫，谁也无法攀上成功的巅峰啊。那个其他三个你看啊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，这个不可能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啊，他没有说错误不能可以避免吧。C 是年轻人普遍缺乏判断力，没说 C 没有说啊，青年人普遍缺乏判断力没说，这文章里边。D 智慧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，他没有说通过学习获得啊，智慧是从哪来的？判断力是来自经验，经验来自无数错误的判断啊，没有说学习。所以大家选 B 对。66。那个谁，那个你们到那个，哎，有到山东去？你们没有到山东去的啊。这是山东啊，山东这个。山东的哪个城市老师？不是哪个城市，就是山东那块地方，山东那块地方，哎。我选的是 B 老师。你选的是 B。你们看一看啊，看一看。老师，我觉得 A。你觉得是 A？ 对，我觉得是 A。你觉得是 A？ 山东的代称自于古代的国名。你觉得是 A？努兹亚，你选的是 B。努兹亚嘛，你选的是 A。那个其他同学呢？你们选的哪一个？C 老师。选的是 C。齐鲁民族融合始于战国初年。C。来，你们谁来读一下来？谁把这个文章读一下，我听听啊！你们读的时候，你们可能就能发现有些错误。来，那个努兹亚来读一下来。齐鲁移民来自选什么？先秦。选秦吗？先秦。秦的。先秦。齐鲁两国国名。齐了国民战国末年。战国末年。末年。对，末年，随之民族，什么和？融合，民族融合。
融合和文化同化的基本完成，指齐鲁，指流齐流两个文化逐渐融为一体。融为一体，成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圈。激流的地域概念也有此形成之一的或为后来的山东省成为大体相当，所以激流就成了山东的代称。对，齐鲁就成了山东的代称。就是说我们山东的那块地方呢，它就是齐鲁那个地方啊，它跟现在这个山东呢范围大概差不多，所以呢我们现在说齐鲁，说山东就说齐鲁，因为这个齐鲁呢最早的时候呢它是齐国、鲁国两个国家的名字啊，最早这个齐鲁是两个国家的名字，这第一句啊，最早是两个小国家的名字啊，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叫齐鲁，而这个地方呢跟现在山东的地方差不多，所以呢这个齐鲁呢就我们叫山东，山东也叫齐鲁啊，齐鲁叫山东。哪一个对？你们好好看看啊，或者说哪一个不对？你们觉得哪一个不对？先看看，对的咱们看不出来，先看看哪个不对。C 不对，老师 ，C 不对。C 不对。对，这个 C 明显是个错误。战国末年，还有 D 不对，老师。战国末年，你看战国末年，这是战国初年，这个 C 是个错的。齐鲁民族融合始于战国初年，你看战国末年，随着民族融合和文化同化的基本完成，逐渐融为一体，所以这是个错的 ，C 是错的。刚才有同学说老师这个 D 没说，你看一下地域概念的形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，这里面说经济了吗？说经济没有？你们看从头到尾没说呀，从头到尾没有说这个地域概念的形成促进经济发展，没说，这个 CD 就是个错的，这个 C 是错的， D 就没说，然后 AB 啊 A， 山东的代称来自于古代国名，我们现在山东就把它叫齐鲁，这个齐鲁这个词怎么来的？齐鲁这个词怎么来的？第一句，齐鲁一词来自先秦的齐鲁两个国家的国名，所以答案是什么呢？ A， 你这个 B， 刚才奴子亚选这个 B 啊，文化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基础，这个说了没有这一句？说这个民族文化同化，说了崔之不是他说了，但是意思不是这个呀。你注意这个意思，他说的意思跟 B 不一样啊。他说的意思跟这个 B 不一样啊。B 是什么意思啊？文化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基础。文化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基础，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的意思啊，就是两个民族啊，我给大家说，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，原来是两个啊。比如说咱们吉尔吉斯有很多民族啊，我们中国也有很多民族啊，过去可能民族更多啊。两个民族，两个不同的民族，有的时候不同的民族呢，可能时间长了，它就合成一个民族了，时间长了，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民族啊，就是大家都融合了。就跟我们这个中国人一样，汉族，我们叫汉族啊。实际上这个汉族呢，在过去很多年前，它也不是就一个汉族，它也是好多民族，这个慢慢，最后就变成这么一个民族了。它这个什么意思呢？文化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基础，就是说，两个民族啊，如果它的文化差不多，文化慢慢两个民族的文化慢慢都相同了，都一样了。那么这两个民族可能最后就融合到一块儿了，就可能就会变成一个，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这个里边说了没有？文化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基础，就是两个民族先文化一样，然后两个民族才能合成一个民族。说了没有？这个咱们这说了没有？没说，没有说这个文化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基础啊，没有啊，他只是说随着民族融合和文化同化的基本完成。他没有说文化同化是民族融合的基础，对呀，他没有说它是它的基础啊，是先文化同化，先两个民族的文化一致，然后两个民族就成一个民族了。他没说，所以这个 B 是错的，他没有说啊 ，B 是没有说，所以 A， 山东的代称来自于古代国名，这是对的呀。山东的代称是什么呢？齐鲁，是不是？我们把山东叫齐鲁，那齐鲁是怎么来的呢？齐鲁两个国家的国名啊，第一句话就说了呀，所以答案是 A 啊。这 C 是错的 ，B 没有说 ，D 没有说啊。